经营下去、存在下去。可能你们讲，哎呦，但无书写讲啥，无咱来改选好啊。那我们教会你说不是为了永续荣耀存在，不然我们解散嘛？不是，因为耶稣嘛无自杀。耶稣虽然为了死而活着，耶稣有自杀不？重点不是耶稣自己了结自己呢，重点是耶稣清澈，他可以付出自己，也当牺牲自己为着别人。各位阿姐，教会有这款的想法无？教会会去想讲，我要牺牲自己为着别人无？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所带来是主爱，不过基督教所带来是仇恨的关系。因为咱基督徒的群体并无迄种想法，咱的群体是为着别人存在的，咱是为着家己要愈来愈大。愈来愈有资源，愈来愈阳光，迄个存在。就这个想法，各位兄弟，单这个想法，就会当互咱甲耶稣基督无同款。而且这款的无同款是本质上、方向上截然的不同。所以其实各位兄弟，我捌讲过无？我讲教会的亲像上帝放伫世间。放在这个社区的什么啊？好感动，没有错，就是什么试吃品。各位兄弟，试吃品，你刚知影 Costco 了，一般试吃品，试吃品哪会让熟客哈？如果那个试吃品自己会思想，他会清楚它的存在是为了什么？什么？被吃掉嘛？是不是？那个试吃品盖清澈，我的存在是为了被什么？不只是被吃掉，而且是被吃免钱的，是不是？要用吃看卖啊，这个上帝国的气味，完全符合耶稣基督的思想，就是伊的存在是为着要消耗掉，为着别人的好处，伊家己要牺牲掉。当一个试吃品的成功在哪里？被吃光光，对吧？而且说什么好吃，这个就是这个试吃品成功的所在。各位姐，无论是大公教会、共同教会的概念，还是迄个地方教会的概念，拢应该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试假品、试吃品。这个存在是为着安那被免费的安那吃掉。既然要互食，要互食去，是要互食落屎，还是要互食讲好食的？看下这，既然我们就是横竖都要被吃掉，是要让人家吃好吃的，还是吃完说呸，这歹食？当然是要吃好吃，当然是要把迄个上帝国的气味那烘架出来。咱若会当安尼来思考，各位兄弟，我们就是跟对耶稣的基督徒。我来固定进前是伫大专，伫大学的团契做辅导。台北大专。不止台北大专，咱长老会大专的事工有一句话，伊讲我们聚是为了散。这个在大专的事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，什么意思？咱来想看卖啊嘛。好，我是伫大学的大专做辅导，然后这个学生1年级进来，李木恩，1年级进来，安尼戆戆对不？什么都不会哦。好，那你就在团契里面怎么样？加培养，加教带伊学师，基本上2年级已经有一个款啦。3年级当会长，对不？4年级安那上用上高的时阵要安那？要毕业吧？花了4年甲栽培，了嘞，毕业了。真想说，不然你留级好不好？
你留下来吼，伫团契内面继续来服侍，干嘛呢？不行呢。伫大专的时光，介容易非常清楚的当了解的是，我们的聚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善。这个大学生伫这适当的服侍甲栽培，伊出去已经是无共款啦。伊出去已经是一个上帝的精兵，是一个服侍上帝、这忠心、这熬的基督徒啊。所以不是为了迄个团体永续荣耀的存在，各位兄弟，不是为着迄个伫咱教会主会师大长青团契的永续荣耀的存在，不是为着迄个台师长青的迄个永续的存在的荣耀，不是，是为着上帝国，是为着众人的好处，不是迄个群体那个群体的好处。咱这属伫上帝的人的组织，就是教会，属伫这个上帝的人的组织，是为了善，是为了让上帝国会当扩展出去。什么时阵教会会去思考讲，伊的存在是甲耶稣基督同款，是为着别人的好处的时阵，这个教会就要亲像耶稣基督。什么时阵，这个教会敢若要思考讲，我要永续荣耀的经营存在，各位兄弟，伊会行甲耶稣基督无同款的路，颠倒变的路，是一个悲剧，一个悲惨的路。不管你这个教会有偌济人，有偌济资源，偌大偌水，当咱若甲耶稣基督行一个无同款的路，咱就不是教会啊！兄弟，我不是要鼓励教会解散哦，我是要望咱教会有一个心智，有一个目的，咱的存在是为着听上帝、听人。若要听上帝、要听人，我刚刚一开始讲了，各位兄弟，咱有啥物准备？什么？牺牲家己的准备，这才是真实的教会。望咱有这个方向来跑走，同心来祈祷。